观众朋友，今日各位好冇？我阿明哥刘浩明翻书看福起来诶。谈到时代进步，我哋对农业社会一直行动，我哋工业社会对工业社会又行动，我哋商业社会地方，我哋压力嘛，停顿我哋时代进步一层一层的来。但是对到压力，我哋按样去解除呢？我哋今日邀请到来宾係中华华草生产艺术协会的青伦还有金龙，要同我哋分享讲用植物的疗愈，让我去减抗我哋的压力。替我哋来介绍我哋的青伦来现场，青伦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花草生活艺术协会的静伦。还有听一路我哋嘅金龍來現場。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新竹婦企會副理事長潘建良。各位朋友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啦嚇。首先我試咗問講，做乜嘅唔能嘅協會名嘅按到中華花草生產藝術協會呢？因為我們覺得花草可以用更多的形式進入生活，應該是說植物可以用更多的形式進入生活。對，所以我們不用花藝，也不用有機農業之類的名稱，這是我們當初發想這個藝術協會中華花草生活藝術協會名字的由來。嗰種人意思講，在協會地方推廣嘅植物唔單止係講係拿嚟插花，無論拿嚟做菜，而會有幾多無同樣一種應用出來。其實我們希望植物的話，就是除了吃之外，我剛剛說過，就是可以更多元化進入生活。當然，它不是只有花藝，因為以前我們一般人覺得，花藝的部分要好像有錢有閒，其實不需要，因為植物就在我們身邊，我們只是換個角度，然後去觀察或去欣賞或去體驗。所以，其實我們比較推廣的一個概念叫做植物療癒。裡面頭都有講到講，有啲植物療癒嘅方法，呢部分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同我哋紹介一下好唔好？其實植物療癒的話，就是我們去跟植物互動的過程，然後呢，讓我們的身心靈獲得一個釋放跟平衡。簡單來說，如果你種一棵植物的話，其實你從播種下去到後面一個收穫或成長或開花的過程，其實那中間的過程是你可以去享受的，對，或者是說你插一盆花到後面成果的展現。拿我自己來說好了，像我以前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其實我會去拔草，拔雜草。其實，在拔草的過程裡面，會有一些情緒上的釋放，對。所以我覺得，它的面向很多啊。有些人情緒壓力大的時候，他就喜歡做菜啊。對啊，可能我做個菜，然後把這些植物分解，然後再做一些其他東西的結合，它變成一道很美味的菜。療癒視覺，也療癒心靈，有滿足味。我覺得這樣就大概是這樣一個過程。對植物強下伊個過程，其實很夠重要啦。剛才講，這個我愛好植物哦。我為什麼會喜歡這個植物？我從小就很喜歡植物。對，因為我覺得我看到它的時候，其實很好玩啊。我們生物界分植物界跟動物界，對，就是這兩個界它都是有生命的。那你會發現說，你給它的越多，其實它回報的話也會越大。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很享受這樣子的感覺。對啊，有部分係冇辦法感覺到講，因為我哋講，我哋學叫啦吼，譬如講我對叫幾好啊，吼，我可能過去時以為我來培養我，但是我見我中意的植物，我按講植物同動物的嗰種回應都完全冇同樣啊，按樣我去感覺到講植物對我的回應咯。沒有那麼及時，對，所以它會訓練你的耐性。對，就是因為你給它的東西，它不會這麼快的反饋你，但中間它是會有一個讓你靜下心來去體驗的過程，可能沒有那麼的及時，但是其實而且我要說，後面也未必一定是好的，因為很多學員都跟我說，老師我很用心照顧它，可是它卻死掉了。對，很多人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係啊，係你講嗰種無數字有沒有？無數字。對，係無數字，就係中文嘅時嘛，我朋友都講。連中嗰種乜嘅10年有冇？還有嗰種蘆薈啊，蘆皮。剛有讓啲變好朋友，從來你聊啥不了聊。嗰種我現在講，唔係說是有發生乜嘅鬼神奇嘅經驗，比方講唔存植物的嗰種連接係安好呢。其實我從小時候就非常的喜歡植物。我在國中的時候，大概就是確立了我想要走植物這條路。
那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后面有非常多的田地，然后都绿油油的一片，然后农民种了很多的菜，然后再来就是我妈妈非常的爱花，然后她也爱种花，所以我今天才会穿这个玫瑰，因为我妈妈最爱的花就是玫瑰，然后连带也影响我，其实非常的喜欢玫瑰。咁我意思呢？因为你太學同學，你以前讀嘅屏東科技大學嘅讀生意嘅，你是狀元我按校翻啲啊，佢係啲全班提名畢業嘅，然後我去到佢很特別嘅係，我記得咯，你讀大學，啲咩叫園藝學，你大家去種花，佢係第一屆看到自家嘅花可以佢會教嘅，所以佢係感受嘅程度到一般人冇強咗。從聽有問講，愛學同福。我學植物，咁同福嘅本人嘅回饋嘅好多。不過我知道有啲人對植物嘅回饋嘛，當多，從佢是安樣，從佢對個係花開花，冇是種福發芽，冇是按啲果樹嘅結果水果，佢從會知道佢當行動。所以講佢大課，從沒有翹過課，從佢這樣嘅。其實另外一種情形哦，是一種打從心底的悸動。对，你会觉得说，其实当你在看到它开花或者是结果的那一刻，你会忘記前面到底有多辛苦。如果變成講，其實比方動物來講嘅話，植物也會反應唔會按出隻，好，唔會從佢結尾好，慢慢按出隻。但是以慢慢的以你這個累積的嗰種對人心情，好對人皮有，最尾有一年會用同等的方式表唔地講，其實你當出發按到心力。而最尾還是會有啲回報，係錯，是沒有錯。咁按你來講話，其實點樣嘅地講，這個興業樣式啊，我一聽到要做呢發錯嘅一種神法的一種推廣咯。因為按你會讀生意呢那種口語，係因為按你讀植物，按你好花好草，所以講平常時我冇做了這種退路，不過我自己咪要發展，所以我冇辦法大家在公寓中我辦到好大步，我挑戰點去發展，我種樹種物嘅。但我呢兩個已經就會結合，因為佢從佢度解發出來邊，當然插花要叫建造證照嘛，吼。所以我就佢條要強物嘅，佢強美學，好美學。所以我希望是美學嘅東西。所以我知道呢兩個人如果合到強下嘅話，做到創造出還有隻新嘅東西出來。可是變成講，對植物來講嘅話，而這個係對植物的一種生長啊，無論提強下邊的過程係一個重要的過程。但對你來講嘅話，你係用一種入樣式嘅嗰種鏡頭嘅眼光來看，擺出來的東西，無論講這個畫面呈現出來的東西，係一種用美學嘅角度來看一件事情。可是你兩者都有一種互相合作。問題以前你係同學沒？他是你的同學嗎？是啊，以佢做學生的時間，可以點用的學生呀？又好。是個，我們兩個是不一樣的學生，我是好學生，他是壞學生。因為好學生啊，如果標語嘅好，好高啦，好高。還是很活潑的學生啦。對，裡面哪樣講嘛？雖然你可能冇強樣嘅專長啦，哈，冇強樣對件事情有冇強樣嘅看法，但是有時兩個人要強下做事哦，其實看兩個人嘅個性啦。是。可是你差不多一開始也要下畢業多年了。2年半。就所以這個下畢業已經有2年半了嘛，哈。咁一開始嘅時候，你兩個都強下係咪？係，一開始是咁樣，一開始係佢開始讀花嘛，你畢業是5年以後，你創有聯絡，還有就係你強下創到大學教書，我嘛教差不多10年，佢嘛轉於你母校去教書，所以講你就知道，我係做翕相嘅，然後佢係做插花嘅花藝，然後還有你從強學有教書嘅經驗，你之後佢攞嘅話對社會要做啲東西，好，所以講我想去分享一些例子，哈，是講。因為大家會知道花藝係要錢要慳嘅人，佢就到要學嘅。不過對我哋來講，因為我哋本科是，我哋來上了解學術，唔係講一定要錢要慳嘅人就會學嘛，吼。所以因為花藝，從我哋所推廣嘅是花藝訓訓係，對我哋訓訓周遭創係我哋嘅花藝，
好，所以我记得这些，好，假如这些你习惯，你冇实强力，你还有听我老人讲，该钢铁人辛苦一点么？该先开始想，我唔啲啊，因为我唔系钢铁人嘛，系咪？所以讲，你下从我有厂商，起码有厂商。所以我要去到上，我要去上遇到当多动态厂商，去做苗参谋什么植物园，嗰啲去上，嗰啲厂商上係按照以後做到合作嘅對象，係按照做土，按照成因，或是土按照台因，按照去回歸種菜，或是種介咩地方，嗰時做撈按照嘅，按照推翻因做真正體會講，哦，難怪你要種天然辛苦，所以講我真是地種天然辛苦。然後航班還只好珍惜那啲食物，珍惜那啲東西，你係其中一點。咁咱嚟話裏邊講，你希望講透過亞文入樣嘅作品，不斷睇個人哋講，佢出乎的一種同我哋人嘅關係。好，聽講，我哋明白食嘅東西，冇講唔講係菜啦，嚇冇幾多東西，而係俾來源係乜嘅。但是你睇推廣多幾個位置，你自己感覺到成效好冇？好，有教導面好就係好，因為其實係宣傳的部分，宣傳部分係因為如果冇講真嘅，你係咪係喺網絡嘅社會，吼，其實係當然佢種花冇是插花，我種花種活動獎，佢上去分享俾大家看，唔過佢上去冇看，我做教佢用翻佢那個角度，然後佢嘅作品貼出來，吼，佢是做分享，佢嘛當翻佢做分享俾大家看，咁大家啲你東西當獎，大家是全部做加入喺呢個社會。那慢慢的社會慢慢變態。還有一張我想推廣嘅係講，像我以前係到外國讀書嘅，當中一直講，因為外國嚟嘅街道不好講，你哋台灣街道會可能有時候這係咩美感不足，我知道慢慢想講，你哋台灣人等獎嘅，你講台灣等獎嘅風景嘅人嘛，還有天災係我知道係你哋學學，從你哋學產業，學你哋從農業，嗰啲東西係從你哋台灣。最珍貴的自然，所以按啲上去推廣嘅老厲害嘅東西，還有美術嘅東西加入鄉下，就推廣會俾大家喺自家地度咁樣。你想把這個學外嘅東西，把變台灣變個講啦，吼。係啊，我知道咁樣係，唔係少年啦，你台灣其實唔係少自家，還有張其他國家嘛，係咪？係。其實植物啦，吼，唔單是可以吃嘛，可以拿來插花，但是最重要嘅是，伊可以減強我哋嘅壓力。休息下哦，等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係中華華碩成分藝術協會嘅青倫還有金綠，有同人講植物療育係樣嚟做嘅。我想請一下青倫同我介紹一下講，我哋現場有幾多嘢作品哦，係咪同我哋嘅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嘢作品，還有嘢嘅作品嘅精神好冇？好啊，我今天帶來就是5個小小的作品，然後跟大家分享。那我們先從那個北極熊的多肉開始好了，因為多肉現在是非常夯的植物，大家都喜歡種它，然後它是一個懶人植物。那其實我會帶北極熊來，是它很可愛，你看它小小的一個空間哦，就種滿了5種不一樣的多肉。對，其實它的那個容納性感覺很小，但是其實多肉就可以在這麼小的地方生存下來，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真的很奇妙，而且這一棵我應該已經種了1年了。哦，所以唔可以講，而邊做個1年，而會把個盆嚟給漸慢慢係咪？其實啊，現在大家覺得就是多肉要積極的採美。你看，像我的愛心，我的那顆愛心的話，也大概種了1年多。那它就是從大顆的多肉，它都會長出很多的側芽。那我就把它拔下來，放到另外的愛心裡面，它慢慢就會長根。那長起來的話，它就會是一個多顏色，然後又有不一樣葉子姿態的多肉。而且我沒有很認真照顧它哦，多肉千萬不要就是一直澆水，你多澆水它就會爛得很快，所以其實我都放養它，放養就是放在那個沒有任何遮陰的地方，然後就直接放着，那1個禮拜澆1次水。那再來的話，我會帶大象的原因是，其實啊，我們很注重跟小朋友的互動，那大象是小朋友很喜歡的那個動物，所以我們會挑很可愛的盆。然後搭配一些多彩的顏色，然後呢去吸睛，讓小朋友
的眼睛为之一亮，那借此它可以去多碰到这样子的花草。那这个花材的话，它是干燥花、不雕花，还有一个叫索拉花。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上面那个蓝蓝的，还有那个粉粉大朵的，其实你只要在上面滴上精油，它就可以扩香。那所以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观赏的功能，有时候我们讲植物疗愈讲求五感，就是眼耳鼻舌手。那我们尽量在每个作品上可以做到满足这些感受。可是有一部分有一些物唔对咧讲，因为讲天地讲下人咧拍用哈，无论下人食品那个，你至少总系一啲生嘅植物。但是你而家讲嘅下人咧太香嘅时节，其实伊几多植物落去，唔系真正系生嘅，就会可能系处理过嘅花艺，咁对人来讲也系嘛系一种植物哈。是没错，它就是植物用另外一个形态的展现。对啊，不是说植物就是活的，然后可以动的。其实很多的就是干燥之后，植物它会呈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美感。对，那它不一定是像很好玩。突然想到一件事，中药也是植物嘛，对不对？我们也是很多中药干燥啊，那拿来强健补身、提高免疫力这样子。但是呢，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其实它有更多可以展现的方式。因为就种讲，比如讲个香的讲，唔希望讲生人呢可以因为也个香的嗰种容器决定一下，然后有上面的设施嘛几多，可是生人呢可以去。利用也作品开始去了解，能讲植物的世界啦，无论花艺的世界。咁对生人来讲话，你睇的，比如讲我哋嘅作品来讲话，你睇我系用去完成也作品啊。好，刚开始的部分呢，我们会先把作品展现出来，让小朋友对这个作品产生兴趣。接着，其实我不会让小朋友跟我用一模一样的花材跟一模一样的颜色。其实通常我们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非常多样的花材跟非常多样的颜色，因为多彩就是多种颜色。其实，在我们植物疗愈上的前身，它叫园艺治疗啦。它有一个研究，就是其实多彩会让人家觉得心情是愉悦的。那特别小朋友对这个东西又特别有反应，对，所以我会给他们很多的颜色，让他们去挑选。所以我会告诉小朋友说，我们现在先挑2朵大的花，那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大朵花是哪一个，对，然后挑起来，然后挑你喜欢的颜色，剪短放下去，一个插低一点，一个插高一点。对，那小朋友要放哪一个地方都无所谓。那其实这一套也蛮适合在长辈，或者是在没有任何花艺基础的上班族。对，其实这是很好用，所以有很多学员来跟我们互动之后，他们会觉得说，其实我2小时或1个半小时就可以做出一个看起来这么美的作品，那每个人都会很开心。我不是花艺家，我也没有花很多钱去拿一些什么样的证照，可是我却可以在小小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得到这么多的快乐跟兴趣。对，如果其实你这个唔会因为讲插花一天走一天的规矩，至少你对一啲美学的角度来讲，可能选择最大的好最细安的，慢慢的，你至少插出来的东西都是一种可能讲平凡的一种美学啦，哈。是，我觉得美感这种东西是天生的，而且每个人对美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主观。那我不希望因为就是你来学插花，简单来说，你来学插花，或者是你碰了植物，我们帮你设限太多。对，我觉得这不需要设限，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大自然就是你看每棵树或每一个植物，它都有自己生长的线条跟样子，所以我们不需要设限。其实透过植物这个媒介，其实你是跟自己对话。是，没错。对，我就是透过它，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可能祥和或平静。但是因为我长期以来我对于这个感受非常深，所以我才想要把我们的概念结合更多的资源，然后去做这样子的推广。跟金龙你这个哪一盆很差别啊？我是那种负责翕相的，我负责翕相。我嘛会学插，我以前嘛有学插花，嘛去教的。因为伊里头都讲一句话讲，其实也我能讲，植物是一种媒介啦，就变成讲一种中间人，按这个传统的业样，更用来去透过植物去传这个讲法咯。哦，好，我想去分享一张，好，我蛮特别的案啦，吼，了只厂商是佢做人物苗的公司做推本，我落去年纪之后，我是可以落去翕相，即係講我
全国的全部的农产品係種去過的。然後，該睇家其實上佢細細時有試過種辣椒，該種辣椒係佢係有隻親切係原住民，係到高雄原住民要帶隻辣椒俾佢食。該種辣椒是按照台灣原生種的辣椒，所以佢講你下市面上是冇兩種辣椒可能買，所以我是老基向下原住民朋友，安尼是到高雄的山東。親到間原生種的辣椒，是吼。你下間原生種辣椒是冇錢到嘅，因為佢講老人家吃到間緊啊，燉間解痛當好食，所以其實老間緊衝白白脫。所以你親桂山是親到涼衝，間涼衝可能幾十年的動態，多年生的。安尼是老嘅辣椒籽是老去摘起來，轉移台北，然後可以繁殖，一家育種，像了是一家育種的。好，該條架是那個育種，以後呢，其實要去蒙到辣椒人，本該農民種辣椒，然後種辣椒以後貴片的，伊做收成以後做辣椒醬。好，我就了等特別因為我到辣椒籽、到採集、到育種、到培養、到節制，我從參與。好，到等於我去到農民當份去食辣椒的時間，該種本來感動，是我上來。帶入按照社會，按照社會做大部分大家的東西，係所以我是提前我有講過嘅，因為啊吼，人係幸福度，按照幸福太重，所以唔係講按照一條去插法，唔係講按照田園扮演長到得，好，所以治療和個療癒是冇共用嘅，好，按照所強調嘅係按照從療癒機，因為治療係我不平之後，平時當做治療我從於復健共用。那按照上講，到了啲以前，按照這種本台家一啲東西，做到去預防一啲東西的發生，所以了按照社會最重要的核心的就是一樣用。譬如講，你翕辣椒嘅話，可能如果把伊啲背筋啊，或把啲辣椒翕得佢醬啊，可能啲辣椒可能係離開也會酥怕，摘下來安尼翕嘅。但是最主要嚟講，我哋希望個辣椒啊翕得佢醬。但是對人佢對啲辣椒來講，即係開始講也個故事。聽伊講，唔係用把嘅也要嘅用剛剛講紙帕拿去台北，去重新去撫育伊，撫育以後伊喺台北。中安泰以後，如果重新喺台北開始嘅結子嘅時間，你看佢中安人嘅嗰種面神，好變成講唔係傳達嘅係一啲植物嘅生命，唔係講傳達嘅辣椒嘅本身。係，還有你嘅公司嘛，你哋下擺去合作嘅廠商之一，從我要去嘛個種苗廠嗰個去了解物流公司，因為佢全台灣從一個係契作嘅農夫農場，所以你航班如果你哋可以考，你時候讓你哋學生從我大個介農場以後，本佢哋了解你台灣到底有乜嘅東西，還有佢哋做自家去種出來嘅東西，咁會比可能會比插花咁樣會很有意義咧，因為佢做事情有賴創，所以你係啊專業你從講嘅介社會嘅重點之一咁樣。對，我用一啲業樣式嘅資格、業樣式嘅成分，去屯定可能要服務嘅人下講，其實漢一把去吸引嘅東西，唔單止係吸引商品本身，那吸引嘅商品，伊也要顧嘅生命。其實咱係對商品來講最好嘅一個廣告。譬如講，基本上你明白可以強調吸引強調按講，但是人家唔係講用啊種人哋講啊種強調係1,000塊。好，我哋嗱提供一種就有獎項。我就介小民工做咗啲啦，社會做線上咧，你做咗加入啲來邊，你做線上。講嘅喺邊喺行喺知道，係啊，冇錯，聲音講係用係。嗰時變成講，你今日所接觸到唔講係食物，冇得食物對我哋來講，其實伊如果種擺喺聽人哋做個行業嘅東西，但是伊冇見得了，伊係啲有生命嘅東西。嗰種我哋基本上咧檢量啊，同埋咧搶論，其實伊最主要一同他嘅人講嘅講，每一啲食物都有生命嘅故事。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外國讀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青倫係我哋檢量同小姐嘅作品，但是觀眾朋友這個題目，因為青倫開錯題啊，其實係一個冇簡單嘅事情，因為差唔多喺年半以前，以為喺面呢條面床上，
因为有一啲过严重的偏过数，但是伊慢慢的去复健，因为今日开动的现场了录样，给大家人看。请问这个可以讲一下几时发生的事情吗？就是大概在2年半之前，就突然吃不下东西，然后后来就进了医院，然后就被诊断出是疑似罕见疾病叫多发性硬化症。对，那这个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些改变，因为其实刚发病的时候第一个是没有办法吃啦，没有办法吃东西。对，然后第二个是四肢是瘫痪的，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动。对，那时候其实连表达都有很大的问题。对，不过我觉得都已经过去了。对，经过这2年多，快2年，还没2年啦。经过这2年以来，我觉得这是额外的收获跟礼物，其实让我学会了重新调整生活的步调跟步伐。几时节很慢的情形，你会发现到这个有安尼平咯？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因医生诊断说疑似是压力过大。不过因为在从事这个推广工作之前的11年，我的确是在一个很高压的资讯产业里面工作。那我不知道说这个压力是不是累积来的，但是我觉得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对，那你就是去面对。不过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是，还是又回到我的职务，就是在这2年里面，其实我就是都是靠植物在疗愈啦。除了就是我后来恢复可以讲课之外，可以去跟学员有一些互动。那在之前那一段我没有办法动，或者是可能我行动上都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其实我住院住了大概1个半月吧。对，那我出去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走动，因为我刚开始四肢是没有办法动的，那就是要慢慢复健。那我第一件事情其实就去订了100多棵的菜苗，从我们家开始种，因为我以前工作可能很忙，因为为了推广，我可能就是北中南我是这样跑。对，但因为现在我可能行动有受限，那慢慢的我就是从我家先开始嘛。对，那以前我可能就是都是作品推出来比较多，因为其实说真的，这样作品一推出来比较大家容易吸睛。那你种菜这种事情是慢慢来的，对。那我就想啊，既然上天下要我慢慢活，那我就从种开始来，回到我大学时代，因为我们大学时代都要种，对。那就回到我刚刚讲的我就是从种，然后一直到它开花结果，即使我不能吃，可是我看到它结果我还是很开心。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让我一直保持好心情。那其实这个病就医生的诊断，它是有可能会高频度的复发。不过这2年以来，我的医生说我复健的非常的好，状况也很好，没有太多的就是像其他的病友一样会有一样的并发症。对，那因为它并发症起来是越来越可怕，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的行动能力。但目前医生觉得我控制得非常好，连他都问我说我到底是怎么生活。对，几时间你听了安多的菜苗时间，你几时这个会痛吗？会，应该是说会动，但是大概只能10分钟或20分钟，因为我就累了。对，那因为那时候我走必须要搀扶着东西。没有办法像正常人这样很快速的走。那其实我那时候连蹲下来都会有问题，因为等于是你全身上下是一个瘫痪的状况，你无时无刻是处在一个无重力吧。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脚啊，一只脚都各要绑1公斤的沙袋，我才有脚踏在地板上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都是什么事情都是慢慢来，然后慢慢做。对，其实我个性是比较急躁的，在生病之前其实是很急，因为前份工作是业务，所以其实我每天有很多的 KPI， 有很多的指标，有每天我定的目标要做，可是突然的我什么都不能做，对，那我就只能种菜，对，我就只能种花，对，我就只能靠这些东西。不过我觉得好的是，因为它有生命力啊。几时节不平时间，这个第一件事情吗？哦，对啊。提早100平大人的天应该那几天是看机的，我喺脑海里按想到去倒在病床上，
我开始开始让来布苗，因为布苗嘛当关心机，布苗就讲哎用开再叫我别安用咯，该慢慢相多社会事情，因为社会开始嘛刚成立吼，而且还得是高界线上，系，然后转眼开始讲如果没关系，所以开始西装打扮本机。然後嘛，看佢一步一步爬上來，從我朋友講，佢等你學慢啲，係佢當會煮菜，因為佢自家種菜嘛，佢做咩事？不過佢當會去煮菜，本家冇客人食，調呢種變冇強壯嘅菜，而且佢啲菜要加花，做出嚟花落去。而且一兩年以後，我相信佢附近嘅個性係當難過嘅，不過。基本按照大家的感覺是佢當正常正面。你頭先我哋咧金融業講，其實睇一間附近嘅各場地方，你即個其實係該正向、該正面嘅去面對一件事情。咁你即個因為講，同以前佢思想去做我哋咧意識形態和發錯意識形態也會有關係嗎？有很大的關聯啦，因為我覺得，可能之前的連結沒有那麼的深刻體驗，對。但當你生病的時候，那個連結會特別的深，不能說，其實不能一直都正面啦。老實說，我在這整個生病的過程裡面，每個人一定都會怨天怨地，我也有過，但是我覺得的確是靠它來疏解。這在你沒有生病之前，可能沒有辦法體會到這一層的感覺，對。但當你生病的時候，然後你靠它來緩解。那因為我以前上班的時候也很忙，其實說穿了也沒有空陪家人，然後也不會煮飯。對。那後來因為你生病了，然後你有大多的時間在家休養，然後你再去跟這些植物互動。那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學這些東西，所以我們會了解說，什麼花可以吃啊？那什麼花的話可以增加小朋友的食慾啊？那雖然我自己不能吃，但是我就慢慢去研究。我另外一個角色是媽媽嘛，媽媽都會很擔心小朋友營養不好或吃不好等等之類，我就突然覺得說，原來我慢活了，然後又有這樣子的收穫。那其實當你專注在這些事情上，你會忘了你是一個病人。對，其實我從來都不承認我是一個病人，我只是覺得它就是我生命的一個過程。沒錯。對，然後植物陪伴我去更正向的面對這個挑戰。我相信這個挑戰過之後，我會有更美好的結果。對，我每年嘅人生路過代慢慢然後，但是睇你在轉彎的時間，多好有人要出門去探索一下，好，不用睇個只要轉彎的時間，唔會感覺到安辛苦。是，沒有錯，沒有錯。春天來嘅花會打開嘛，係咪吼？頭先即個講，其實也要什麼樣的經驗本人嘅欣賞與幾多嘅體驗，係樣一種情形。好，因為你要天氣開會嘛。然後佢開始喊冇附近當好，佢所親像去來，佢冇來佢冇打發來啲啊，所以我就講冇是變到我主持間會議，還有就係我希望佢做得，因為我原本讀網絡經濟好有一套，我希望佢做調呢，佢做買東西，冇是佢變買東西出來佢做去上，好到間人哋社會上邊當賣，然後我是調呢是看到佢慢慢冇強壯。然後按到掠到線上講挨，到等下就佢雖然都不下復健，不過1年之後，佢可以做新的課程，按到實用植物療癒課程。你係新的東西係咪？新的東西，而且佢自家意思，唔係講係讀書讀，我自己教書，冇佢自家事，嘛該花撈嘛該菜做得配，嘛該菜嘛該花，該聲音好食，好香。係我做了是當厲害啊，係咪？係啊，我哋想用我哋觀眾朋友，其實應該嘛，佢想愛提供嘛，按照食用植物的一種應用，係咪同他嘅人紹介一下？食用植物的一個搭配啊，其實前幾年啊，我們很流行香草嘛，對不對？對，那香草的話，可能它的顏色跟形狀有香味。我們剛剛講的植物療癒就是眼耳鼻舌手嘛，對不對？好，那它會有香味這樣子。那可是它的那個樣子啊，就是稍微比較單調一點，可能就是綠綠的葉子。那你如果沒有特別的了解它，你可能就感受不到它的美。對，那後來我發現，其實你如果香草再搭配一些顏色，一樣回到小朋友的作品，
多彩，会让你眼睛为之一亮。那我们其实周边有很多其实可以使用的花，例如说什么，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玫瑰。玫瑰的话，其实你只要不用药，对，不要用药，大部分的品种都可以吃。像我发现最近啊，我们很多饭店大主厨哦，他们在做菜的时候都会加一点食用花。突然感觉就是质感就提升了。其实大家在家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吼，我们讲中法年的菜吼，加调味都有的啦。迄无法咱就强一盘啦。其实看好了，真的白盘，如果侬唔好讲鬼想颜色，但是你头讲嘅基本上来想讲，梦创的吼，譬如讲我哋可以设定我哋呢玫瑰花，表下去以后，其实都多一啲风色。只要看好了嘅盘的吼，你唔当你溜啲炒风菜啦，或者炒花菜啊，你至少都有啲讲嘅种反应。佢像嗰種我哋觀眾朋友，跟對唔同嘅一種消費有興趣嘅話，而家有乜嘢可以聯絡個罐頭啊？其實大家可以就是 Google， 然後我們那個中華花草生活藝術協會的粉專，之後會有一些活動的話，我們會陸陸續續公布。如果你也想要跟我們一起體驗就是植物的樂趣的話，對，那接下來其實因為我身體慢慢越來越好，所以我們也會針對一些小朋友，對，就是跟一些國小配合，然後讓小朋友呢漸漸的來體驗這些植物的課程。那這些活動我們都會公告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不過其實我哋觀眾朋友都可以去參加呢個活動啦，冇錯。其實植物唔單止可以炒，可以食，可以種，還有可以插。其實植物對我哋嘅身份來講，可以減輕我哋嘅身份地位軌道嘅壓力。今日會感謝兩位來到我的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植物的事情。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朋友。希望大家有很多人都有消費了哦，希望大家有時下哦，大家聽下嚟線上嚟認同哦。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運動又來耶！謝老夫先生，今日要教大家向下來運動哦。今日我哋學嘅係我哋彈力帶嘅運動，有啲彈力帶簡單又實用，喺賣場仲有得賣，大家買一條老人家做手嘅動作、腳嘅動作、腰骨嘅動作。幫助我哋唔好綁到，還要輕好用，還要慢我哋來開始嘅哦。手打開來，綁開，再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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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也咧係我哋手喺田同之前，換身體熱烘起來哦。做嘅是下上下，放開，放落來，打上去，我嘅手去運動身體，去運動去暖手來哦。慢慢地放落來，手頂。打開來，慢慢地變落來，做過來，打開來，哦，theo那一樣看燈紅，綁，哦，我哋慢慢點10秒鐘，1、2、3、4、5、6、7、8、9、10，哦，慢慢變過來，哦，一慢我哋來做。手打開來運動，不用10秒鐘哦，哈，盡量打開來哦。預備開始，1、2、3、4、5、6、7、8、9、10，聽好哦。不剛剛我哋手旋轉，要停黏黏啦，哈，黏黏啦你，哦，精神都來哦，哈，再來一片停黏黏啦。哦，不順嘅你精神哦，嚟再嚟做10秒嘅哦，哈，打開來，綁開來，1、2、3、4、
6、7、8、9、10哦，夠好哦，再嚟做一擺哦，打開來，1、2、3、4、5、6、7、8、9、10哦，安尼嘅數，就可以會成人，都係安尼數，要睇用力，下擺安尼老人家做嘅動作，數有力做乜嘅事情都較方便哦。再嚟安尼打開來，同安尼腰骨彎過來，哦，嚟放開兩安尼兩邊嘅腰骨咯，向下嚟做，開始哦。準備1、2、3、4、5、6、7、8、9、10，上來，再落來，1、2、3、4、5、6、7、8、9、10，上來，再來，1、2、3、4、5、6、7、8、9、10，哦，都安尼來訓練安尼背嘅力量，變個後面，哦，就是安尼打開來，共一來安尼來做10下，1、2、3、4、5、6、7、8、9、10，哦，挺好哦，再來，1、2、3、4、5、6、7、8、9、10，哦，也慢安尼呢，數一寸出去，哦，嘛係寸出來，吼，1、2、3、4、5、6、7、8、9、10，好，每一片哦，1、2、3、4、5、6、7、8、9、10，哦，兩片再來做一擺，1、2、3、4、5、6、7、8、9、10，每片哦，1、2、3、4、5、6、7、8、9、10，哦，安尼數做到安尼差唔多，安尼嚟用腳，將個腳控直放上來，注意安尼眼看呢，用好勢，哦，安尼對一隻數開始放一下，1、2、3、4、5、6、7、8、9、10，再做10下，1、2、3、4、5、6、7、8、9、10，哦，安尼是得揾到後面，書本嘅後面，
爱求一样的哦，吼，慢慢的爱安尼爱求的，俺来爱看心的吼，也咧唔是生意到下看自家，开始，哦，点一下，降落来，轻轻的吼，放上来，爱求一样的哦，哦，也咧可以训练俺那片，本一片有力咯，吼，再来一摆哦。放上来，降落来，再来，放上来，降落来。哦，也咧，帮俺咧手臂，还有也咧，胸脯变有力咯，有力，下摆放倒，速度唔会危险哦，哈。2片钟我来做哦，哦，也嘛来试看一般有片的哈，来。哦，也慢一样去放上来哦，做10下，1、2、3、4、5、6、7、8、9、10，啊，再来做一摆哦，1、2、3、4、5、6、7、8、9、10，啊，後面嘛係哦，數放上來，上腦背，一球一樣樣哈，1，哦，用力，2、3、4、5、6、7、8、9、10，哦，也咧力量即個第二樣用吼，唔是太重，哦，主要鍛鍊俺哋一片的手的力量，還有胸部的力量，安尼那麼有力，哦。也咧團體台對手做到腳相當嘅方便，記得基本上俺哋教嘅團體台對手開始哦，吼，對手開始放開運動，吼，做2片嘅慢搖嘅動作，吼，慢搖叫俺哋後面。數傳出去，還有2片，傳出去，也咧運動，還有腳放上來運動，也咧種輕重要對老人家來鍛鍊我哋手腳嘅力量。基本上也咧團體台，大家好背嘅冇？要記得咯，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擺見面咯。